30岁前读懂这12条法则，你就能解决80%的人生问题。今天我们读人生12法则，用作者乔丹·彼得森自己的话来说，这将是让你无从可悲的法则。在开始本书的讲解前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，人生并没有那么让人绝望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好，生活也是如此。永远不要低下你那该死的头颅，直到它脱离着地。法则1，时刻抬头挺胸，立正站好。一个人的仪态、外在的精神状态，会影响他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和评价。作者在书中举了龙虾的例子，自信的龙虾往往都是抬头挺胸，永不低头，他们无所畏惧，所以战无不胜。而不自信的龙虾总是垂头丧气，显得不堪一击，纯属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人和龙虾在这点上其实是相似的，人们的仪态往往直观反映了人的内在心理状态。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身体姿势调整，你就能每天像个胜利者那样活着，而不是像个失败者模样让人看扁。哪怕今天实在糟糕，你也别低头徘徊，而是要挺胸迈步，直视前方，敢于冒险。就算下一秒世界就要毁灭，你也要给人一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感觉。只有当你相信自己能拥有，你才能开始拥有，而且能拥有的更多。法则2，学会爱自己，善待自己，关心自己。可能你已经意识到了，很多当代人都有自虐倾向，时不时的贬低自己，使劲糟蹋还不爱惜自己，不主动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。相反的，他们倒是会对自己心爱的人表现出远超自己的爱与关怀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做到爱护自己，他的世界只会变得更糟，那些你付出过爱与善待的人也终将离你而去。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，这不只是一句话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，因为你的言行举止会影响到其他人。一生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自己，如果你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，那真的不会再有别人站在你这一边。无论如何，千万不要成为欺负自己的帮凶，不要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，而是要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。法则3，只与那些希望你好的人做朋友。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存在这种人，怕兄弟吃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。如果有，请立刻马上远离他们。当一个人自我价值感很低，或者拒绝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时，便会选择与那些生活已经一团糟的人为友，而这往往是走向堕落深渊的开始。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你变好了而眼红，反而是会举起酒杯祝贺你。与希望你好的人做结交，都是对彼此的善待。法则4，不和别人比较，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比。要攀比，就要正确的攀比。每个人的人生游戏和境遇都大不相同，他人的人生永远都不会是你的。和别人光鲜亮丽的地方做比较是多数人痛苦的来源，这种比较是无效的，只会让你徒增烦恼，失去清晰的自我。其实你要比较的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昨天的你。在昨天的基础上，我们应当更加清楚今天可以做哪些事情，能让自己变得愈发强大，哪些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昨天更美好。谨记，只有自己的人生才是你可以去改变的。法则5，别让孩子成为你讨厌的人。真正用心的父母是不会让自己最在乎的子女成为众人鄙视的对象，毕竟没有父母愿意将孩子置于进一个所有善意都是错误的世界里。真正的保护不是给孩子创造一个360度无死角无伤害的生活环境，而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敢于冒险、敢于和危险斗争的内心坚毅强大的人。法则6，批判世界之前，先清理你的房间。追随自己的内心，停止去做那些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情，也停止做那些会让我们变得渺小、自卑、脆弱的事情。在你的生活不如意的时候，先试着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再说吧，顺带倾听自己心中的怨恨。法则7，追求意义，拒绝苟且。不要为了一时的欢愉而停止追求有意义的生活。人性是由各种欲望构成的，一时的欢愉对人充满不幸的诱惑力，然而纵情享乐与四体不勤的生活往往扼杀人生的无限可能。有时正确的放弃才能更好的拥有。法则8，说真话，或者至少不说谎。你对别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对他们撒谎。你不要对别人撒谎，也不要对自己撒谎，因为这样会扭曲你自己，扭曲事实本身的架构，最终会反噬你。不要撒谎，因为撒谎会让我们变得脆弱，我们自己能感受到，别人也能感受到。但是说真话又很难，因为事实的真相本身就很难说清，所以至少不要说谎。
一开始你只是撒了个小谎，然后你就需要用更多谎言去掩盖，你的人生也就此开始恶化。如果你的生活不尽如人意，如果你感到脆弱无用、绝望和困惑，请试着说真话，让正直诚实的内在人格力量延展为一种外在显象的社会力量。法则9，假设和你对话的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。学会聆听，学会假设和你对话的人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别只顾在交谈中发表自己的观点，聆听他人的时候，其实也在聆听自己。有时候你只需要闭嘴就可以做个很聪明的人，如果只是一味的不吐不快，只会让对方不适。当对方不想表达的时候，他所知道的那些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。法则10，直面问题，说话要精准。说话永远要准确直接不含糊，尤其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把话清楚地表达出来，就是显现问题，找到解决方法的途径。一切只有被表达和澄清之后，才能变得清晰可见。逃避不但可耻，而且没用。直面问题，找到根源，别等到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直到把你淹没前夕，你才意识到原来未完成的人生课题会在生命中反复出现。法则11，别去打扰玩滑板的孩子们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真正想要改善世界的人，通常不会去试图改变别人，因为这个世界和他人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那么至少我们会先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别因为成长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就害怕痛苦拒绝成长。人是在不断跌倒和站起中成长为强者，那些害怕危险而裹足不前的人，将停留在原地无法成长，并且变得怯懦。法则12，在痛苦中依然相信生命的美好。当你在街上遇到一只猫时，请摸摸它。在顺心的日子里，这是我们额外的快乐来源，而在不如意的日子里，这就是我们小小的喘息机会。在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现在，保存自身实力，留有一些时间集中思考和讨论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和应对方式，其他时间就忘掉这些事情，尽情享受生活带来的酸楚还有爱。只要还有爱，我们就有希望。看完这12个法则，我们还需要补完这3个认知。首先，每个人之间都有时差，但没有快慢之分。你的人生答案无需因为别人的陆续交卷就开始慌张。越早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，你就越早地了解了自己，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其次，人生是一段不断获得和失去的过程，但是获得和失去并不成正比。你付出的全部青春，到头来也许只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。学会放手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既要得到又不舍得做出牺牲，实际上到最后你将什么都得不到。最后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潜行着一个懒惰易怒、爱抱怨还难相处的自我。学会倾听这匹内心野兽的嘶吼，思考其为何嘶吼，找出背后的诱因，这是通向智慧之路的关键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欠缺的不再是知识的获取，而是将其付诸行动的能力和心理素质。这本书就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。读过的小伙伴，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书中的观点。最后就让这句话作为视频的结尾：没有人会把你变得更好，错过只能怪你没能趁早。